好，那我们今天是这个学期的最后一堂课嘛？那么当公布准备样了，下车了，看见了这今年真的年的那么大，热是今年推广这些这些的年纪多个两帮子，看到这边最让么人民多都爱去社会，做做官啦，不计大自然啦，都去养点松。周大切着年末年龙来给家着最在近，马里没事都爱牛我今年就在这南，对呢，他今社区打算元旦绿洲建设都有过，就这就当去年现在大陆没事将白养了对。我妈的，我操！那我妈的巴掌那我妈的巴掌那今天就业看到为谁去？大陆的木门把热身呢？嘎当电锯雄鹿多把一，罗着宝贝那我在都是。到这里吗？上周是吧？嗯，那我们这边的是用的是撇切这个词汇啊，撇切啊，有时候是翻你们有时候翻成可能或是大概啊，有时候说可能这样看中文前后文怎样翻比较准。像我们这边的话，空撇切用个嘛嘞？空撇切用个嘛嘞？是吧？它基本上不会来，是吧？它基本上不会来。中文的话，基本上不会来的话，百分之几？90%嘛，很高的啊哦。空撇切用过嘛嘞？那撇切放在前面也可以，撇切空用过嘛嘞？撇切空用过嘛嘞？啊，基本上它不会来。中文也是一样嘛，中文上基本上它不会来，它基本上不会来，没没差，对不对？所以这藏文是这个地方是一样的。体力撇切掐吧，哎，掐吧，这个拿不需要了，掐吧当时的这个拿多了，多了啊。体力撇切掐吧当时的，体力撇切掐吧当时的，是吧？今天可能会下雨啊。撇切体力掐吧当时的也是可能今天会下雨，也兑换也是一样。撇切输不了，那个嘛的，撇切输不了，那个嘛的，所以这也是翻成大概嘛，大概不会伤害到，那不就是伤害？那不会伤害，那个嘛的否定，输不就是身体嘛？对，撇切输不了那个嘛的，嗯。然后对这个撇切的部分，
你们可以用另外除了这个3个句子以外，你们也可以用个造句啊，撇清什么什么。大概什么？大概我不会去。我用中文，你们来翻藏文。大概我不会去。표정아 누구 말해? 아, 표정아 누구 말해? 표정아 누구 미? 这2个否定。표정아 누구 미? 표정아 누구 말해? 표정아 누구 민두? 这个自己不能用，自己说누구 민두? 표정아 누구 민두? 这个是표정 누구 말해? 민두 就是这个句子里面不能用표정아 누구 민두。这个句子，你要用这个민두的时候呢，好像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呢。표정아 누구 민두？这个地，当然是这个地方是藏文最难的地方了。누구 민두这个用法是最难的地方，这是外国人最难查辨的啊。过几个민두，他对他人，对第三者跟过누구 민두，撇清过누구 민두，撇清过누구 말해，撇清过几个민두，过新个민두，他应该他不会，撇清过新个민두，撇清过新个말해。这个时候呢，还有呢，大概。我大概听不懂。我撇清哈古个민두。我基本上，我撇清벽에，我撇清벽에 고기 말해。我撇清벽에 고기 말해。벽에 고기 말해。我大概不会参加。藏文怎么说？我大概不会参加。参加啥？我撇清什么了？我撇清냠슈 지금이 앞에 냠슈 지금이 지금 아래 或者是 앞에 냠슈 지금이 앞에 냠슈 지금이 我大概不会参加嘛。앞에 냠슈 지금이 앞에 냠슈 지그리对앞에 냠슈 지그리对지그리那几个这是否定嘛지금이 앞에 냠슈 지그리 我大概会参加。앞에 냠슈 지그리 배칠这样可以哦，배칠
边呢？边呢？竹竹坡啊坡啊坡啊那个坡啊坡啊竹竹边呢？边呢？边呢是譬喻嘛，比如说是边呢什么什么边呢啊，边呢猜想了，边呢举例嘛，边呢竹的不，比如说竹比如像龙，比如像龙比如像龙，边呢竹的不，边呢什么？边呢三八千不，比如说大菩萨三八千不竹竹就是一般有两种含义嘛，一个我们国家也是一个竹国家的名字，不丹是竹那个人不丹的人叫竹巴，加一个巴，我们婆嘛，西藏是婆的，加一个巴婆吧，所以加一个巴的话，竹巴就是不丹人，竹巴。那本身也是这个动物那个龙的名称竹，而不丹的国旗上面有龙，是不是所以这个动物龙这个动物还是存在还不存在？以前有这样的一个别我大概不会去不丹，我大概不会去不丹。竹了，我们刚刚讲过，我自己不能用名度。竹个马嘞，竹个名也可以。俺偏心竹了，竹个名，俺偏心竹了，竹个马嘞，对，坡啊，坡就是那个胃嘛k i 你胃不舒服吗？你说问句对不？民度给民度给，看那个坡对不？民度给，对，你的胃不舒服吗？这个坡嘛，对不？民度就是已经回复了嘛，那坡对不？民度，那因为问句，看那个坡，看那个坡对不？民度给对不？就是本身是舒服嘛，但是民度给就是一个问句，民度，这如果不舒服的话，对不？民度可以，年坡对不？民度，我的胃，年坡对不？民度，我的胃不舒服，年坡对不？民度啊我我胃痛，我胃痛，我胃痛。你刚刚讲可以，我的胃痛就在中间有个的嘛，眼坡眼坡牙坡就是病嘛，牙坡哪个度？牙坡哪个度？对吧？牙坡哪个度？对，
这个时候可以用我破哪个度，我破哪个密度，这个时候可以用啊。这个时候你也用可以啊。这个句子里面呢，就是可以用度，我破哪个度，就是第一人称才用嘛。我破哪个度，我破哪个密度，我胃病，我就是我胃痛，我是胃不痛，我破哪个密度啊？这个时候可以用读，所以你看那个读这个句子呢，就看啊破破外面，对对，胃药嘛，胃药到破外面呢，破外面。你有胃药吗？怎么说？你有胃药吗？然后是你是 Kira 的，对不对？然后是 Kira 是对象嘛？对 Kira，或者是 K 了，这个让加嘛，这个加跟不加没关系，对不对？Kira 了，或者 K 了，或者是让了啊，所以这是对象，问的是这个药嘛，对不对？Kira，所以有个对象的时候，Kira 有个就是对象，所以 Kira 啦，对不对？Kira 啦，那这个接下来 po， 对，然后省略的话 po 面，对，本来是啊 po 面，本来是 po 面，你就中间那个 po 面，通常我们都会说 po 面嘛，那这个省略嘛。看上了泡面预备，对，有的备或预备，看上了泡面预备，这里看上了泡面预备，看上了泡面预备，嗯，有的备哦，预备也可以，看上了泡面预备，或者看上了泡面有的备，嗯，那我有的话，俺了泡面鱼是吧？俺泡面鱼可以这样问呢。当然，中文这样问的话，那当然那个藏语也可以直接这样问的。怎么说？哦，啊，怎么说？看到了，你有胃病吗？啊，你们想到了 Kira 对不对？Kira K 我们刚胃病啊，呃，胃病，胃跟病嘛，一个是胃，一个是病嘛，一个是坡是胃，对不对？一个是哪吒对不对？这两个都是名词，那但是你是要接嘛？这要接胃病，那你说有个破胃哪吒，属个破胃哪吒，就是胃病，破胃哪吒，破胃，或者说这个哪吒，或者是可以说破胃ner嘛，破胃ner那这个哪吒不用讲，破胃ner也可以嘛，ner本身是病嘛。啊，通常口语上面都会讲哪吒，看上了
포에 나자 여르베 계란라 포에 나자 여르베这是直接省略的话，破内破为内嘛，破为内破内破为内破为哪子？我胃不好，我胃不好，怎么说？我胃不好。好的话是什么？藏文是很简单，雅布嘛，啊，捏破雅布民度，捏破雅布没，对，捏破雅布民度，捏破雅布没，对，捏破雅布没，捏破雅布没。我胃不好，我的胃口，这个不会不会这样，不会这样。卡拉坦克也不读，坦克，坦克走步，应该是坦克，卡拉给坦克，我唐啊啥唐，确定查一下坦克，卡拉坦克民度就是我没有胃口，卡拉坦克度就是有胃口的意思，坦克，卡拉坦克，坦克走步，有没有这个？或者后面加要不要我加这个汤耳酥？我先不要加汤啊，是汤克啊，没，只有这个汤克，食欲用汤克，没有后加啥的吗？食欲很好。卡拉坦克走不读，就是食欲很好。坦克民度，卡拉坦克食欲不好，卡拉坦克民度。不是坦卡是烫啊汤嘛，那个坦卡是那个汤，这个汤，汤卡。应该是卡还是卡？唐卡或者是卡？唐卡这个糖啊糖，这个烫啊汤，汤，对，汤卡坦卡，音不一样。汤给了我们是唐朝嘛？你们说唐朝，我们藏文翻成汤给了，汤可能会像念的汤，发不出那个糖，不会糖，这是糖，汤给了，我们会说藏文会说汤给了，就会用这个汤给了，唐朝。哪个？我工作就很我大概不会去工作，怎么说？脾气来干了，煮个面，对这个时候可以用面，可以脾气来个煮个面。脾气来个煮个嘛的，来个干或者是来个拉来个嘛，
用来个来个啦，这两个一样嘛？我撇起两个主个名，我撇起两个主名，你们用了撇起的也学过吗？我撇起两个的主个名，还有呢，两个。这个工作很难，这个工作很难。两个题，两个题。两个题，两个题，卡不读。两个题卡不读。两个题卡不读，两个题卡不读。如果再加一个的话，两个题格类卡不读啊，两个题两个题格类卡不读，两个题卡不读就可以了。两个题卡不读，再形容两个题格类卡不读，这个工作很难。这个工作很有意思，这个工作很有意思。两个题怎么说？interesting 我们通常会讲两个题叫差不多，两个题叫差不多，叫差不多，这口语了。叫差不多是口语，就很有意思的。两个题脑差不多，脑差不多，两个题脑差不多，这工作很有意思嘛。两个题脑两个题脑差不多。两个题脑差不多。你觉得对你心中就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思啊？两个脑轴的这个对我来讲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跟意思不是你在很有意思，这个不是在内心里面不是想的那你怎么去，比如说什么样的很有意思？你的意思很有意思是什么？表达一下，这是你自己，你觉得很有意思，对方也觉得没有意思啊，是不是？有些工作的时候你自己觉得很有意思，对方有另外一个第三者看的话，没什么意思啊。这不是心理上的一个差异吗？对，两个的脑找不到，两个的脑找不到没的脑找不到，这个人很有意思。这个工作很难，所以我胃痛。你们用上了好几个名词，好，两个的卡不读，所以呢，所以是什么用？切章眼破那个读，对，切上眼破那个读，工作呢就破病胃病了。好，所以我们的刚刚的两个，我们就看我们的那个对话，对不对？边呢？食堂，边呢食堂？我让做，皮里地个，皮里地个，皮里地个，边呢食堂就是，比如说你看的，食就是看嘛，
，see 就是看，那边呢就是比如你看，虽然没有你，就是我们家人你看的，比如你边的洗澡，对啊，俺当做我们培育我们藏人，培育体给那就我们这些藏人，体给就是这些嘛啊，我们这些藏人培育体给。这是完全相当于培育体大，培育铁柱。一般我们直接讲的话，书面的话，铁柱比较好啊。培育铁柱，俺那培育铁柱。体给是口语，培育体给，俺那培育体给，俺那培育铁柱。铁柱的话大家都听得懂嘛，铁柱就是这些。那这边的口语，俺那是培育体给。河南100以内的，河南100以内的，河南100以内的，加嘎了以内的，啊，河了100以内的是什么？河里面，就它就是一年就西藏境内，不管是西藏境内，或者是印度，意思是不管是西藏境内呢，或者是在印度，加嘎了以内的，加嘎了以内的，破了100以内的，破了100以内的，破南100以内的，加嘎了以内的，中南了以内，中南了以内，破那子，每天是民族国，讲了3个地方啊，3个国家的，破那子，每天是民族国，这个也是口语的用法啊。破那子，每天是民族国，这个吗？以内，以内，这个也不能叫属国，这是一个转折的语句。以内，但是这是一个转折句。然而，对，以那样，这个相当于这以那样，以年是用法一样，这是一个转折，所以它也不能说属格，它这就是一个，对，以那样是一个字嘛，因为它没有接什么连呢，属格，它没有属格的作用啊，它就是一个字。阿加两个卡里有，阿加两个卡里有，两个卡里有什么工作，对不对？有什么工作？有什么事也可以，对。两卡里有什么工作也可以，这是两卡里有，就是有什么事也可以。这个的问，两卡里有什么事我们先休息。
这里我们也可以代替嘛，河南一百以内的，加阿拉一百以内的，中南一百以内的，你们可以说高雄了一百以内的，台中了一百以内的，新竹了一百以内，台北了一百以内的，用破吗？嗯，罗啊是吧？费嘛，罗啊，那这每天是蛮多啊，是吧？罗啊，那这罗啊，罗啊，那这罗啊，罗啊，那这每天是蛮多啊，啊啊，请说，嗯啊。哦，新北一年热，啊、台北一年热，还有什么？花莲一年，桃园一年热，这个怎么翻译呢？啊、嗯，直译的话我也不太，嗯，我们直接说的话，比如说我国马七个民族啊，我国我国马七个民族啊，我国我国一般是我国是反反对我国我国我国马七年是民族啊，我国马七是民族啊，啊，可以这么说，我国马七是民，但是这个我国是反对啊，但是那个半面是我是啊，对，专业名词啊，我国马七是民族啊，啊，说是吗？七步七步，看一下有没有这个七步七步这个词汇，七步啊，七日是外面，七肉没有这个步，那有八七步的步吗？七路步吧，没有这个啊、那有这个字吗？有八七步的步没有？嗯，没有步步跌吧，
嗯嗯，排除哦。我爬起皮的皮嘛，对，切皮，切皮，我们这口里面口语上面是切皮啊啊，排除切皮，我这也是有时候是七倍当嘛，七倍当有两倍七倍，古时候有时候不是那个犯罪的人就从一个地方驱逐另一个地方，七倍也有开除，也有这个七倍开除，嗯，所以罢免是不是有点，是不是有在？比如说那个官员那个职务把它免掉。对，革除是。我们现在这边有一个字叫“活大脑多脑钝吧”，去蹲吧，有钝蹲吧，蹲吧就是也是从那边拿出啊拿走啊，去对吧？去蹲吧，气钝吧，嗯，就是那个气。对对，去蹲吧，去蹲吧的话，有时候是从这边拿到外面的，去蹲吧。这个刚刚的那个用罢免的话，用这个比较就是去不，去不，那去不当啊。好，破那这每天是蛮多啊，是吧？几乎没有人不吃肉的，怎么说？几乎没有人不吃肉的，几乎没有人不吃肉的。这个就是把那个窝囊菜改成下就好了嘛。啊，虾，还有个动词嘛？撒哦，下撒虾下虾，因为啥就是吃嘛，对不对？我们现在是否定嘛，对不对？几乎没有人吃肉，对不对？虾马萨肯斯，虾马萨肯斯民族啊，虾马萨肯斯民族啊，对，这边的破把它说成虾嘛，那马萨肯，那这没这是否定嘛，没有对不对？我们现在是否定在前面，虾马萨肯斯民族啊，嗯。不是全部啊，几乎嘛，还有些人有在吃嘛，他几乎没有人吃肉嘛，像马萨克斯民族啊，嗯，没有人不吃肉，是不吃肉的很少。没有人不吃肉，表示吃肉的人很多嘛。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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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没错，就是刚刚讲的什么，没有人，几乎没有人不吃。几乎没有人不吃肉的，是就是几乎大部分都吃肉嘛，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哦，像马萨克斯民族啊，像马萨克是不吃肉的嘛，对，像马萨克是不吃肉的嘛，
闽的话就是没有不吃肉的。对，我也刚刚想到这个，说结果大部分都吃肉，所以这边的坡那在每天是闽的话，大部分都得胃病嘛，没有人不懂藏文的，几乎没有人不懂藏文的，几乎没有人不懂藏文的。意思是说大部分懂藏文，对不对？怎么说？马戏加一个马戏啊，这个马戏看是闽多，对，这个马戏看是闽多，这个马戏看是闽多，但就是说大部分都会懂藏文嘛。这个马戏看是闽多，几乎没有人不懂佛法的。南去，南去，马戏看是闽多，对，南去马戏看是闽多，南去马戏看是闽多，几乎没有人不去印度，几乎没有人没有去过印度的。对，加嘎拉州，州马牛，加嘎拉州马牛开始闽多啊，州牛去过嘛，州马牛没有去过嘛，所以牛加嘎拉州马牛开始闽多啊，对，这个开始闽多啊是这个用法啊。这两个卡里是有什么事嘛？两个卡里所以这个两个的话，我们说把的一个是工作，一个是我们通常讲话的时候有事吗？两个预备，两个卡里有，好，这里的用词是这个日本这个马日本这个用法了，这个日本卡里以内这个日本，卡里以内这个日本，卡里以内这个人，卡里以内这个人，无论什么都可以嘛，卡里以内这个人，卡里以内这个人。卡里以内这个人，卡里以内这个人是肯定句吗？这个人是肯定。所以不用那个吗？哪个拿吗？无论什么都可以吗？不用那个吗嘛？卡里以内无论什么都可以，这个不用吗？对不对？这个吗的话要用这个别要讲，对，没错，对，肯定对，没错啊，这个中文是加错了，这个卡里那几个，所以他要用一个句号，对，这个吗不要，对，加倍的话就不用改中文，对，加倍的话他不用改中文，对，都一样啊，对，加倍的话是加一个倍，对，如果不加倍还要划掉吗跟那个问号，对，卡里那这个是，卡里那这个是吧？那吃什么都可以。卡里山那这个是，对，卡里山那这个是，卡里山那这个是，去哪里都可以。这个时候不是卡里啊。
什么是卡的，对不对？哪里是卡巴？卡巴多呢？这个里，卡巴七呢？这个里，对，可对以呢？这个里，对，什么时候都可以嘛？什么时候都可以。可对以呢？这个卡的变成可对以呢？这个是，无论多少都可以。无论多少都可以。对，卡最以呢？这个是，卡最以呢？这个是，卡最以呢？这个是，哪里都可以。卡巴以呢？这个是哪里都可以。卡巴以呢？这个是，卡巴以呢？这个是。什么时间都可以吗？是秋季考区这样讲吗？可以啊。秋季考区以内。这个的，秋季可对以呢？这个是，秋季卡最以呢？这个是，可对就已经是时间了，可对以呢？这个是，无论什么人都可以。无论什么人都可以。你们怎么说？到这里都一样，以呢？因为有无论什么人嘛，有个人，还有米是有的，对不对？人嘛，米。那无论什么人，米数以内这个人，米数以内这个人，无论什么人都可以。米数以内这个人。米数以内这个人，无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那就话米数的是以内，米数的是以内这个人。那你们就先不用学这个米数以内这个人。米数以内这个人。如果不用那个米，就讲数这样。数以内这个人，谁都可以。数以内这个人可以啊，谁都可以啊。数以内这个人。老师也可以，是老师也可以。给了以内这个人，给了以内这，无论是老师也可以嘛，老师以内这个，这个是问。无论男女都可以是。男女嘛，普堂，是不是？普堂，普目。这里要普堂普目以内，普堂普目，无论反正任何都可以，是不是？你们讲的是这样。无论男女都可以嘛，男的也或者是女的，对。所以普堂普目，这藏文这里漏了一个的话，就会差很大。普堂普目以内这个是有个无论嘛。那普堂普目数，普堂普目数以内这个人，无论是谁都可以，有个谁嘛，谁都可以。你们的意思是这个吗？男女都？无论男女都可以，不管是男的或者是女的都可以。对，是不是？所以藏文曰
葡萄婆母没有加这个素的话，葡萄婆母以内这个是葡萄婆母以内这个没有这个素的话，就是还是漏了一个葡萄婆母素以内这个人。葡萄婆母素以内这个人。我们现在如果那个糖用或，可以啊，男或女，对，都可以，对，男和女谁都可以。那就不用数了。还是要普昂，你要用或吗？普昂婆母，普昂婆母以内这个是就不用数了。啊，普昂婆母以内的，普昂婆母以内这个，那有大部分都会用这个素，普昂婆母素以内这个是，这个是一个比较谁都可以的那个谁，中文的话就用比那个糖好，啊，比较普昂婆母，口语的话比较不会讲那个口语的要怎么说？口语普养呢婆母。普养呢婆母，所以呢，这个养呢，这里讲的是百八以内这个是呗啊，百八以内这个是呗，看以内这个是百八以内这个是呗，是吧？如果是藏人也可以嘛，这个是一个问句嘛，对吧？百八以内这个是呗，台湾民以内这个是呗，录住以内这个是呗，学生也可以吗？啊，录住以内这个是呗。那问句的话，你们怎么问呢？以内这个是呗是你们如果在这边加一句的话，以内这个是呗这个部分造句的话，今天来也可以吗？铁林，今天来也可以吗？铁林，用完以内这个是呗，铁林用完以内这个是呗，因为加一个我，才是因为有以内嘛，铁林用完以内这个是呗，那不用加呢，铁林用内这个是呗，那就不要铁林用内这个是呗。永远是名词。对，铁林用完以内这个是呗，今天去也可以吗？铁林，对，铁林多呢，这个是呗。好，如果有个音，铁林多以内，这个是呗。铁林多以内，这个是呗。미수 이네 톱단 자냠리 미수 이네 톱단 자냠리 미수 이네是任何人嘛，对不对？任何人，米苏以内任何人。那 top down 是什么呢？是权利。这边我们中文平权，汪啊，top 米苏以内汪咋样不？汪恰汪恰的话是权利。任何人权利不一样嘛？力量的力，权利。power。可是这里的平权
这个不是权利，力还是这里的量的力？top down 男人，这就是我们一般的是，我们太 right 沉是它，男女是平等嘛？那是 right， right 那是利益的利。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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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是利益 ，right，对对对 ，right。不是 power，对，跑不是跑，因为跑不一样啊。对，就类似法律上的权。对对对对对，权利任何人都是一样，所以这个平权吗？还是权利？翻成平权可以吗？还是权利平等的权利平等吗？是这样。啊？无论任何人对啊，都是平权是指那个法律上的权利啦。啊，可以了。可以吗？啊，平权的嘛，这是权利是平等的嘛？啊，平权的。top down，长样就是平等，杂是它就是像像，啊要么就是平平的平啊，像要么就是平，对对，equal，长样平等。我们平常不是说婆母长样，男女平等，婆母长样，现在都是争取这个吗？男女，这是这个长样平等是用这个婆母长样，男女婆母长样西藏有吗？啊。它不是那种就是男女还是不平等的那种概念比较多。现在西藏几乎都跟上，就世界对对对对，婆母长样，长样。top down 是权利嘛？比方说人权，me top down，我们不会藏文，我们不会说 me top down，人权加一个会着米对，着米 top down，不会直接讲米 top down，着米 top down。英文会怎么说呢 human right， ？human right， human human，米王恰，这个不行，米王恰就会有不一样啊。米王恰的话，人权，那就是人权不怎么可能是平等？人权，着米 top down，top down 就是你想每个人的所是平等的，着米 top down 后 top down 也是一种所得另外 top down 的 top down 所得对对对，收入的 top down，所得就是你看 top down，这是我应所得的嘛你 top down，top 本身是得嘛，对对，应该得的那个 top down，我的 top down 有嘛的，这边我的 top down 有嘛是对，就是 top down 一个家里面的话，尤其是华人家里的话，现在不晓得，古时候都是
男女的话，就会因为什么重男轻女，对，所以家里的分配的那个时候全部都是给那个财产嘛，只有男的有这个，女的没有，婆婆的头大有嘛嘞，婆婆头大有嘛嘞，继承权，对对，没有继承权，没有拿到应该给他拿。对对对，允真钱、寻真钱头大有嘛嘞，啊，而且是继承都是男生们那个姓什么，对，头大允真钱头大的婆罗么小么了，就是你继承的这个权利没有，只有男生才有，对不对？啊，允真的头大有不正年的，允真就是世世代代的那个传，从下来。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允真有不正就是我们就是继承的允真。미수인의 도단 단양로 단양那단양蒙古有的단양你们造句的话단양会有很多什么단양父母단양工作两个단양两个단양基督단양如果说工作权呢？两个톱단 단양 톱단 단양基督단양就是기就是快乐嘛，뚝就是苦嘛，基督단양苦乐平等，苦乐平等的意思是什么？藏文里面是基督단양苦乐平等是你们的理解是什么？苦乐平等。每个人哈，那个每个人苦乐平等吗？每个人那个啊执着于离苦得乐，是吗？苦乐平等意思是说，得到快乐跟痛苦的机会是平等。大家都是一样吗？要把它视为平等。因为你造善业就快乐啊，恶业就痛苦啊。基督단양苦乐不会因人而异。基督단양我们这个基督단양我们通常会用在什么呢？就是我们一家人的话，这基督단양意思，就是我快乐，我有所拥有的，你也有，那我苦你也要苦，基督단양同甘共苦的一种基督단양基督단양基督的。有难同当吗？基呢基音呢？基呢基音，懂呢懂音，基就这个嘛。基呢基音，基呢基音，懂呢懂音。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就有点像同甘共苦嘛，懂呢懂呢。我们会用到的是西藏山区，真的也通常会用这个嘛。西藏的3个地区嘛，卫藏、康巴、安多，基呢基音，懂呢懂音，不离不弃，我们呀。
好了，我们今天是到这里吧，对。时间差不多，然后我这前面那个没有念嘛，安啦，落地，对吧，腰了，아니,我뭐지 뭐겠나? 나 로춘에 대서 말해. 아자, 시럽해 뭐이 대바 임베. 아, 따야 가봐라 그래. 네 졸라 가상 DVD 야네 캐슈 러바인 봐. 기부 촌에 용서 말해. 나와 촌에 줘서 말해. 도난 촌에 채서 말해. 추사보, 주고, 네바, 굼시, 아자, 추사보 도나, 만주 주고라, 누구 요래다. 가르치기 요래. 추사보 동야 돼. 나란주 굼시를 봐. 다동 gem버츠 써야 채나. 다동 진짜 초주를 배. 다동 로랩 마송에. 다동 가르꾸기도. 대가츠. 배칠, 편유, 균소, 주사부 가주마오 동네, 디감찌기, 숙불라, 약보 요리 쓰기도와, 자통야 대다, 배칠, 편유 요리, 이내 차차보이는 포화라 균수구 요소래. 콩패치 용기 말해. 디림패치 차밭 땅서래. 패치 숙불라 누기 말해. 빼나 죽 포화 레가 빼나 식당 나란쪽 py리디게 페나 임바 이네레 야갈라 이네레 죽나라 이네 포나자 메게스 민도와 아자 레가 가리요 가리네 디그리 페바이네 디그리베 미수이네 톱상 단념지。到这里是最后对，那我们今天这个学期是对，今天就结束了。那我们那个还有一半都没有上完嘛，下个学期我们继续把那个上完。那我的意思，我在想，我们口语都没有练习嘛。我们都在听，都在你们听我上课，你们都没有讲话的机会。下个学期我想用1个小时，就是直接上课。那剩下的半个小时或4小时，我们练习口语对话每日造句或者是对话的这种方式。那练习对话的方式的时候，就是口语练习过程当中，我们应该不需要直播，因为可能是看直播的人比较没有办法练习嘛，所以我们1个小时就是直播。那后续的练习，我们就是来教室来上课的人我们就练习口语，这样才会有对话。
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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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会，不然我们之前我们这个上课的过程当中，我想练习的时候呢，那在直播上听的人觉得无聊啊，但是你们这实体来上课的人，每次都来，所以就有没有机会练习？所以我们下个学期开始，我们用半个小时、40分钟我们练习口语，就是才会可以开口。仁波切让我建议，因为仁波切仁波切是今年7月6号要有辩论表演嘛，嗯所以呢，大家有表演，他就会学辩论嘛，嗯，明年就请同学去用藏文表演戏剧这样。也可以。报名。对，这我们先让大家知道，我们因为我们影片还有差不多还有一半没有上，还有什么？还有3分之2。他一共45分嘛。什么45分啊，我们只上了15分而已。是吗？就15分吗？还有剩30分。哦，还有30分吗？哦，那2/3还有啥？嗯，所以看然后练习就很好。哦，请问那个口语对话是用前节课上课教的内容拿来做应用对话，还是有一个什么对话的主题？我们都可以，我们用这个里面的内容，我们就可以造句，我们就可以互相说，不然的话，我们一直都没有讲的话，就没有机会，就会一直都会不会。然后学了那种叫他眼里讲不出口。啊，对对，都在讲这些，所以既然来实体上课，那我们就用这个方式，那1个小时直播，完全不用去练习，就是直播结束之后，我们就练习。好，那我们就最后祈愿吧，这个祈福。나는 심지에 탐지라 이시 노부 레라 된조 주베 삼바이 따도 제발 점바쇼 간도 수단 조베지 더니 괴네 메다시 셰라 삼바 타바이 초도 제발 점바쇼 전랑군도 랑유라 도지 녀무 게마타 다시 머루 제베나 젠담 돈에 도버쇼 랑싱이 베심제니 딕동 잡을 는 통치 人间跌宕切巴西，你把高位紧紧修。打了心给插到去，西古拉索米里边，全个人给连巴当，这个线了比我修。看了大给偏大边，让我切我看西，新都米里女切那，新烟汤把打我修。东南我当九百亿，偏的马南滚了边，马一女当东眼滚，3月打了连巴修。 대다 꾸냐 최계기 도배 팀에 마바시 최근 주말 시벨 시미 청원 레드쇼 라서 나머지 도치 심장난고 네 눈다지마지 눈다지마 말다다 룹드지마 差不多了对今天是几号？7月2号。